第41章決賽。比賽嘅鐘聲一響，場下嘅嘈雜聲即刻靜咗落嚟，所有人都好自然咁將注意力集中喺場上比賽嘅兩個人身上。葉神冇令大家失望，鐘聲一響，佢就開始爭分奪秒咁檢查藥爐，確認冇問題之後就將唔同嘅藥材分類研磨，一一按照順序，好熟練咁擺喺度，喺好多藥材當中，順理成章咁挑出佢中意嗰一份。呢種準確嘅手法，仲有嗰種犀利嘅眼光，就連祁遙峰都覺得，如果呢個仔心胸闊啲，日後嘅成就一定唔會低。不過祁遙峰淨係掃咗佢一眼，就開始自己嘅工作，同樣咁將藥材分類。雖然藥材大賽已經準備咗幾份藥材俾每個選手，但當中都有一些劣質貨色，需要參賽嘅藥師自己挑選出最好嗰一份。雖然只係一個好簡單嘅步驟，但係關乎到後面香品嘅高級程度同質素，亦考驗咗藥師喺呢個項目中對藥材嘅認識同敏感度。祁遙峰慢慢地將佢需要嘅材料喺嗰一大堆藥材中揾出嚟。呢個時候，葉神都揀好咗佢需要嘅藥材，向祁遙峰諷刺咁一笑。祁遙峰冇理佢，淨係將自己手上嘅一顆沙柯草放喺研盤入面，開始研磨藥材，過濾出精純嘅藥液。見到佢呢個動作，葉神嗤笑咗一聲。呢個黃毛丫頭難道唔知沙柯草藥液如果提煉得太早，鎮定藥效會大大降低嘅嗎？不過佢唔會大方咁同對手講呢個最大嘅缺點。就連場上嘅幾位評判見到祁遙峰嘅呢個動作，都各自搖搖頭表示唔贊同。呢個錯誤犯得太低級啦。見到祁遙峰一副不在乎嘅樣子，葉神冇再理佢，轉過頭就專心做自己嘅事。佢先將挑選出嚟嘅野竹山切成細片，然後再將片狀嘅野竹山浸喺水入面，等咗一陣，再攞出嚟研成粉狀，之後就用細罐子將呢啲粉末密封起來。而佢做緊呢個環節嘅時候，祁遙峰就已經將沙柯草研磨好，直接將精純嘅藥液過濾出嚟。望住細瓶入面碧綠色嘅藥液不斷揮發藥性，祁遙峰笑笑，輕輕咁將一匙珍珠粉加進去，嗰逐漸變淡嘅碧綠色藥液立刻回復到原來嘅顏色。甚至當祁遙峰將呢個盛藥液嘅細瓶子放喺暗處嘅時候，嗰藥液嘅顏色竟然由碧綠轉變成暗紫色。祁遙峰將細藥瓶收好之後，就開始研磨其他藥材，偶爾仲會俾正加熱燃燒嘅藥爐加幾塊柴，令火燒得更旺啲。等下佢進行最後一步混香嘅時候，就唔使擔心火爐嘅火力唔夠猛。佢攞出一顆五香糖，並且將之切成細條狀，然後喺呢啲細條狀嘅五香糖上面撒咗少少膽，跟接着就將兩者混合埋一齊，用研盤細細地研磨成粉狀，同葉神嘅手法一樣。研磨好之後，就將呢啲淡紅色嘅藥粉裝喺細罐入面。嗰邊嘅葉神見到佢呢種井井有條嘅手法，心裏覺得怪怪嘅。但唔管點樣，剛剛佢將應該最後先研磨嘅沙柯草放在第一個研磨，呢就係佢犯嘅最大錯。沙柯草係呢九文靜神香最主要嘅材料，當中嘅安神功效40%就係喺呢棵藥草上面。呢個黃毛丫頭剛剛咁快就將最易揮發藥性嘅沙柯草藥液，等下喺混香嘅時候，大概嗰藥液都只係剩翻少少渣子啦。呢樣諗住，葉神嗤笑咗一聲，望住祁遙峰講：就算你之後做得再好都係冇用嘅。等我攞咗第一之後，你咪乖乖咁將香方子攞出嚟攞。祁遙峰一聽，唔知可否咁笑咗一笑，講：呢場比賽其實你已經輸咗。佢研藥嗰陣有留意到佢製香嘅過程，用藥師嘅角度睇製藥，呢種製香手法絕對無懈可擊，可謂爐火純青，經驗豐富。但只係用藥師嘅角度，而對佢呢種係高級藥師，仲係高級醫生嘅角度嚟講，佢嘅呢種製香手法太循規蹈矩，基本上就冇可能取得更高一層嘅突破。葉神做嘅一切，喺祁遙峰呢位藥師兼醫生眼中，的確係太自戀咗。佢淨係注重香，而另外一個藥字
佢就冇理解透徹，冇將大會提供嘅所有藥材都用上。而喺藥學上達到可謂巔峰嘅祁耀峰，就係將呢兩點完美結合埋一齊，將兩種化學藥材加埋一齊，達到鞏固甚至加強藥效嘅作用。呢一點葉神就仲唔識，反而話佢輸咗定咗。諗住呢樣嘢，祁耀峰笑咗一笑，冇再理會，繼續自己手頭上嘅工作。佢記得以前憑藉自己嘅本事，最多只係製出8文正神香，但今次利用佢師傅手冊入面記載嘅手法，仲同自己原本嗰種手法結合埋。佢想睇下自己究竟可唔可以再更上一層樓，製出9文正神香出嚟。葉神見到佢講完之後就唔再理會自己，冷哼咗一聲，不過心裏都幾介懷嘅。尤其係剛剛祁耀峰嗰雙溫柔但係隱約透露出一種勢在必得嘅眼神，心裏更加唔安。當下就全身心投入製香嘅氣氛入面，將自己呢種情緒拋開，望住場上兩位選手不斷忙碌嘅身影，尤其係祁耀峰條理清晰嘅動作，仲有身上隱約透露出嚟嘅唔輸蝕任何大藥師嘅氣度，令到好多開始都睇唔起佢嘅目光都慢慢轉變。取而代之嘅係一抹敬意，唔再係嗰種輕蔑嘅眼神。好多時實力唔係講出來嘅，而係喺場上通過實際操作俾出來嘅。祁耀峰剛聽到呢啲對佢嘅質疑，但佢唔會去解釋話佢有本事唔係作假之類嘅說話，因為佢知道就算解釋咗都冇用，而且最好最有說服力嘅解釋就係自己喺場上嘅表現。除咗呢一樣，其他根本冇必要多講半句。喺眾人目不轉睛嘅目光注視下，葉神同祁耀峰已經較量到白熱化階段，而家正進行緊最後一步，將所有準備就緒嘅藥材依次加入香爐入面，互相加大藥爐嘅火力，開始最後一步嘅混香。第42章冠軍。比賽完咗，祁耀峰將自己嘅香品交咗上去之後，就面帶微笑，從容地下咗台，喜子豎起大拇指，高興咁講：小姐，你剛剛嘅表現太出色啦！你都冇見到啲人睇到你嗰陣，個個都目不轉睛。跟住就講咗啲人一開始諷刺小姐，到後來個個都欣賞佢，仲有汪維詆毀小姐，同埋差啲嘢佢鬧到要宣揚汪維五姨娘偷人嘅事，通通都講俾小姐聽。祁耀峰聽完淡然一笑，先唔好理佢。等下自然有佢吐血嘅。5000兩白白俾咗人，依住汪維嘅脾氣，如果唔氣到嘔血先叫奇怪。至於啲小吵小鬧嘅把戲，佢一皺眉就當係聽隻猴子放屁，呢件事就算咗。喜子見到小姐臉上自信嘅笑容，哈哈大笑。依家汪維就算唔去宣揚佢五姨娘偷人嘅事，都一定會俾小姐訓斥到滿地找牙。另一邊廂，葉神一下場之後就意氣風發，今次佢發揮得好，尤其係最後一步混香嘅時候，佢竟然揾咗出嚟11顆7文正神香香珠。嗰陣出香嗰陣，佢餘光望咗祁耀峰一眼，但只見到佢揾咗出嚟8顆正神香香珠。雖然唔知佢嘅係幾文，但絕對唔可能比佢嘅7文仲多。佢師傅汪維問佢嗰陣，葉神話佢揾咗出嚟11顆7文正神香，7文正神香，仲係11顆。聽到呢個質素同數量，就連汪維都興奮到摩拳擦掌，大讚呢個徒弟真係好值得嘉許。正神香分9文，凡係達到7文以上就係極品，而葉神咁年輕就做到7文正神香，佢嘅製香技術已經算得上絕佳。就連佢汪維自己想做到7文正神香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佢呢個徒弟真係當之無愧係今屆混香大賽最強嘅準冠軍級人物。呢種技術堪比佢哋老一輩嘅技術，喺呢班年輕一輩當中，邊個能夠同佢爭鋒嘅？不過高興之餘，佢諗起祁耀峰，就問葉神個不知天高地厚嘅小丫頭製咗幾文正神香。葉神搖搖頭，講：佢收香嗰陣速度太快，我只係數咗佢收香次數，知道佢製咗8顆正神香，具體係幾文就睇唔到。個黃毛丫頭收香嗰陣，竟然故意擋住佢嘅視線，
不過佢都唔笨，自然都擋住咗佢想窺探自己嘅視線。雖然睇唔到佢嘅香珠係幾聞香品，但葉神好有自信，佢絕對唔可能比自己多。再者，佢嘅沙柯草仲係第一個研製，到時各位評委再試下香效，就算佢製出咗5聞6聞，甚至係同自己一樣嘅7聞正神香，佢都會因為香效差而被歸納做1聞正神香。到時仲拿咩同佢嘅佳品正神香比？當汪懷聽講祁耀峰第一個步驟就出錯嗰陣，當下就哈哈笑咗2聲，諷刺道：等下結果出嚟，睇下個丫頭仲點樣耍嘴皮。嗰支香木方子，我哋係要定了。講完仲繼續哈哈笑咗2聲。師徒2人量計完，就一齊去拜訪其他大師。同啲大師傾偈嗰陣，汪懷仲隱約透露出今屆大賽冠軍非佢徒弟葉神莫屬。而對於汪懷嘅呢番傲慢態度，好多人雖然睇唔慣佢，私底下撇嘴，但係面上都仲要恭賀2句，拍下2句唔使錢嘅馬屁話。汪懷十分唔客氣咁將所有牙都收下，佢話佢享受呢種喺雲端輕飄飄嘅感覺。大賽會堂入面，7個評委開始逐樣審查，一種香品由1號評委一路審到7號評委，每個人都研究咗一番。然後彼此之間點下頭，就俾作分數，滿分10，將7個評委嘅分數加埋，然後寫喺佢哋各自嘅托盤上面。當然，名字係完全封住嘅，加上7個評委全部喺場，同埋旁邊仲有啲權威人士，都唔使擔心會有咩疏忽。一路審查落嚟，7位大評委每個人臉上都露出滿足嘅笑容。今次嚟參賽嘅10幾位年輕嘅藥師，水平都相當唔錯啊！尤其係嗰樣7聞正神香嘅時候，呢啲老一輩嘅人仲忍不住讚幾句。俾個7聞正神香打上最滿意嘅分數嘅時候，7個大評委都暗自點頭。今年嘅冠軍非佢莫屬啦！當最後一個托盤呈上嚟嘅時候，即係7個大評委都心情低落咗。因為佢哋知道冇其他香可以比得上啱啱嗰11顆7聞正神香咁完美。喺審核最後一樣香品嘅時候，原本每個人嘅表情都係興致勃勃嘅樣子，但係當嗰香品呈喺佢哋面前嘅時候，7個大評委嘅老眼都瞪大咗，互相交頭接耳，紛紛話唔可能。細細聞住藥香，觀察住成色，同埋嗰個圓潤光滑嘅珠形，無一樣唔係香品嘅巔峰之作。7位大藥師大評委都瞪大咗眼，今年竟然出現一位咁嘅年輕人，難道葉神嘅手藝已經巔峰做極到呢種地步啦？幾個人心裏面已經有數，就將分數打低。出咗打分堂，龍大師幾人面面相覷，龍大師忍不住話：莫非嗰個神仔真係有呢種手藝啦？旁邊一位同龍大師熟絡嘅大藥師都忍不住感嘆：今年就佢成為冠軍嘅機會最大，而且你都睇到佢嗰陣製嘅就係正神香，錯不了。說罷，都感嘆咗一聲：汪懷竟然遇到一位天賦咁高嘅徒弟，真係令人羨慕啊！睇嚟汪懷嗰個老家伙一定會喺佢哋面前得意咗一陣子。旁邊一位可能同汪懷相處唔係好融洽嘅，聽咗就梗住頸子冷哼咗一聲：老孫嘅說話差咗啲，會製正神香嘅唔止嗰個神仔一人，可能嗰7聞正神香仲係神仔製嘅，而嗰個巔峰9聞正神香係其他人製嘅。龍大師聽咗搖搖頭，話：哎，今次老孫講嘅唔錯啊，汪懷嗰個老家伙收咗個咁好嘅徒弟，老蘇你唔服都唔得啊！龍大師叫老蘇嘅老先生冷哼咗一聲，但今次都冇再發表咩意見。喺佢哋眼中，嗰個巔峰9聞正神香就係佢哋想製出嚟都係唔可能嘅事。但係全場都睇過一遍，就只有祁耀峰同葉神2個人係呢個項目嘅選手，而其中一樣係7聞正神香，一樣係9聞正神香。龍大師等人都仲未睇到選手嘅名字，但葉神已經名聲在外。祁耀峰呢個默默無聞嘅後輩自然係唔受重視嘅。呢個製出冠軍9聞正神香嘅選手，除咗葉神，邊個會懷疑到一個默默無聞嘅小人物身上去？而且
祁耀峰喺佢哋眼中，能夠製出呢個上好嘅7文正神香已經係極好嘅天賦啦。呢場比賽嘅亞軍都非佢莫屬，邊個仲會懷疑佢先係真正製出9文正神香，先係嗰個製出令到佢哋呢啲老一輩嘅人都驚嘆佩服嘅9文正神香嘅真正冠軍呢？